小童。可是那么些了，我你赶紧进桌去吧。那没，这里那么些了，赶紧找弄的。没。对。啊，咋了呢？那个。啊啊，我今天拿去读的吧？呀，哎呀，我也来呢，呀。去吧的。同买了车里头拉面呢，没弄过你这顿噻。你就说嘛，这么小子弄嘛的。没，你吧，你马上就你就。找的，云姐。那你就跟着去。拍么子了呢？阿达这行吧？一弄，干中个呢。好的，这个。干着来的这些。我你就啊。哎呀去。就是嘛，那个就你点么生起来是？没，这些一整个没下次来的嘛。没，下次弄买不来的。下次弄噻。这个车里是光不起名，俺们去嘛。没。有什么知道？你嘛那个就是你当的。哎呀。今天走，带行李来上。我是哪个店？肯定的。有过啊，俺爹有水哦。哪？你不懂西不你蓝莓啥，但不你把主管给我顾不就不那车厘子嘛？你找个手机你在中午你买咋讲？车厘子关不了。什么时候了？我适应着，别说的，别他们走的，我不适应着，别他了。没呢。哎呀，喊得起啥子的？这个，我适应着的。对的。车厘子哪弄年上的？那弄年纪的。是吧？真弄的。那都蓝莓的椅子了，忙过了，的，你着，你着，好的，是吧？找着了，那你不弄啊？找着我们适应着吧，我的。你车里头俺们那个店什么？工作大家车起了，学别了我就没得想了，谁到下不弄过，你陪着大陆蓝莓的车厘子过来弄个东西，就干那过来弄去学啊。大陆打俺车你了，打的蛮过，俺打俺车送了都有了嘛喏，俺车子那就没路车子给那欠学啊，车子伢不欠学啊。